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办理超过20年的儿少优质节目5星奖，其中里头最特别的奖项是儿少评审团奖。媒观特别邀请儿童和青少年来担任评审，选出心目中最好的节目。今年暑假，媒观将持续开办第21届儿少节目5星奖儿少评审培力营队，活动完全免费。中嘉青年有线电视与港都有线电视为赞助单位。欢迎有兴趣的全国国小、中高年级、国中与高中生踊跃报名参加，争取成为儿少评审的机会。我们为儿少设计丰富精彩的培力课程。如果您很喜欢看电视，也很愿意学习如何分析与讨论电视节目，欢迎你呼朋引伴。要招募30位国中小与高中职的孩子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哦。这项儿少评审培力营队报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22号截止，采线上报名的方式，欢迎符合资格的儿少朋友踊跃报名，一起来学习儿少节目制作与产出的知识，并参与儿少节目的评选。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。